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昨暝9点外，有一台高雄西台南的火车驶到半路，突然间停落来。列车长透过这个放送头，甲旅客解说停车原因。列车长先用台语来讲，刷落去讲英语，佮插杂着日语。虽然这个语调听起来无真专业，但是会当感受到列车长真努力要解说，互乘客拢听有。以这种的精神，互大家真娱乐。台铁火车又搁出状况，列车长详细放送。列车弄着物件，所以停下来看。路边去看了，发现是一只猫咪。照顾台湾人嘛无袂记外国游客。This train just hit a cat. Thanks for the driver. Can you watch it? Can you watch it? 会有点愣住，想说他在说什么？听不懂，是听得懂すみません。不太懂，但好像就讲到乘客的名字吗？还是不是？无论讲是台湾人，还是外国游客，真正拢听无啥有。会当确定的是，这个列车长想尽办法要将脑海中的英文字拢提出来用。他们都直接讲中文而已，不太会讲英文。应该是我觉得他对他的工作很认真，比较有趣一点，蛮可爱的，对，很贴心，要服务不同的民众，是用自己最大的能力。所有人客拢真娱乐，昨暝9点外，高雄往台南的火车驶到一半，向阳有去弄到，虽然规台火车全咧停落来，就惊讲人客惊到，也是讲咧等了无耐心。列车长用3种话一直说明当时的情形。The train delay 25 minutes. Very sorry. Can you watch it? 就算这个列车长伊的放送语调听起来唔是真专业，英语讲到一半，搁南日语，不过会当感受到伊想尽办法要人家了解当时的情形。一摆搁讲过一摆，火车顶加等25分钟的人客，大家拢爱笑，而且拢留下真深的印象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